參觀一個 One Soho 喺旺角山東街嘅樓盤，兩房單位374尺，由信和發展2023年收樓。咁一入去有個大廳啦，咁呢度可以兩邊都有電視掣嘅，咁所以 sofa 電視咧兩邊都擺得。咁呢可以有個位置擺小餐台啦。咁開放式廚房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。個雪櫃咧就唔係嗰啲細嘅雪櫃，都有個冰格、西門子。咁啊，另外就有一個微波爐啦。咁啊，呢個 L 型嘅廚房個儲物空間都幾足夠嘅。咁要兩邊。咁另外就用電爐煮食啦，有兩個頭嘅電爐啦。洗衣機就放喺下面啦。OK。咁啊，個單位特別在嘅地方咧，就喺旺角嘅核心地段啦。咁啊，行去朗豪坊地鐵站其實都係2-3分鐘到嘅啫。咁啊，洗手間因為可能個燈我唔知點開，咁所以冇開燈底下咧都睇睇啦。咁有足夠嘅鏡櫃啦、儲物空間啦，擺洗頭水、牙刷、廁紙啊。咁亦都係一個企缸，一個企缸。嗱，咁但係大家睇翻呢個小客房啦，或者叫呢嚟做書房都可以。咁如果做床咧，可能要花啲心思啦。可能係要伸少少上去個窗台位度，咁呢個可能做個儲物空間或者一個小書房啦。咁啊，面向翻咧，最靚景觀就係個主人房呢度啦。L 型嘅窗，咁大家望到景觀啦。朗豪坊係啦，呢個下面就係山東街啦。咁夜晚亦都相當景色有個幾 nice 嘅城市景啦。望翻呢邊。咁佢好在咧有個衣櫃位喺度嘅，佢呢個主人房有幾大衣櫃位嘅，咁亦都可以做的話可以做上頂添啊，因為樓底呢個都相對高嘅。好啦，咁仲有呢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咁你晾衫啊或者拎嚟，好啦，再睇睇咧個露台景啦。咁啊望翻東邊嘅旺角嘅鬧市景啦，咁呢度都可以擺一個 coffee table 啦。